弟兄姊妹，歡迎收聽2026年6月12日嘅靈修默想。今日嘅主題係神與挪亞立約。喺開始聽今日嘅靈修內容之先，讓我哋先搵一個安靜嘅空間，藉住慢慢深呼吸，祈求聖靈預備我哋嘅心。經文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出自創世記9章1至17節和修版。神賜福給挪亞和他的兒子，對他們說：你們要生養眾多，遍滿這地，地上一切的走獸，天空一切的飛鳥，所有爬行在土地上的和海裏一切的魚，都必怕你們，畏懼你們，他們都要交在你們手裏。凡活的動物都可作你們的食物，這一切我都賜給你們，如同綠色的菜蔬一樣。只是帶着生命的肉，就是帶着血的，你們不可吃。流你們血、害你們命的，我必向他追討。我要向一切走獸追討，向人和向人的弟兄追討人命。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為神造人是照自己的形象造的。你們要生養眾多，在地上繁衍昌盛。神對挪亞和同他一起的兒子說：看啊，我要與你們和你們後裔立我的約，包括和你們一起所有的生物，就是飛鳥、牲畜，地上一切的走獸，凡從方舟裏出來地上一切的生物。我要與你們立我的約，凡有血肉的，不再被洪水滅絕，也不再有洪水毀壞這地了。神說：這是我與你們以及和你們一起的一切生物所立的永約的記號，直到萬代。我把彩虹放在雲中，這就是我與地立約的記號了。我使雲遮地的時候，會有彩虹出現在雲中，我就紀念我與你們以及各樣有血肉的生物所立的約，不再有洪水反臨去毀滅一切有血肉的了。彩虹出現在雲中，我看見了，就要紀念神與地上一切有血肉的生物所立的永約。神對挪亞說：這就是我與地上一切有血肉的立約的記號。觀畫，弟兄姊妹，今日讓我哋觀賞當代荷蘭畫家Jan van Gogh所畫嘅挪亞的獻祭 Noah's Offering。呢幅畫正係描繪喺挪亞離開方舟之後，神以彩虹向人立約嘅畫面。喺開始導航默想之前，讓我哋先靜靜觀賞呢幅畫作。唔知道呢幅畫邊一個細節最觸動你呢？唔知道天父通過呢幅畫想向你講啲乜嘢嘢呢？
經過1年多住喺方舟嘅歲月，挪亞一家以及喺方舟內嘅動物，終於能夠離開方舟啦。環顧四周，山下面已經長滿咗青草，而襯托住陡峭嘅山坡以及山頂上嘅積雪，仿佛整片大地都已經回復原狀，一切都重新開始。原本盛載住眾生嘅方舟，而家已經停靠咗喺阿拉納山上面。至於喺方舟裏面嘅動物呢，佢哋亦都各從其類，一組一組咁樣離開方舟，四散到佢哋想要住嘅地方，其中包括大象、長頸鹿、馬、鹿、獅子、兔仔等等等等。而好有趣地，喺右中嘅位置，我哋甚至可以見到有恐龍嘅出現。至於挪亞一家，我哋喺左下方可以見到，喺離開方舟之後，佢哋選擇向神獻祭，藉此向一位讓佢哋重新回到大地嘅神表達感恩同埋讚美。按照聖經嘅記載，當時挪亞獻上咗各種潔淨嘅牲畜同埋各種潔淨嘅飛鳥。不過喺呢幅畫裏面，畫家只係刻畫咗綿羊。綿羊對作為基督徒嘅我哋甚有象徵意義，因為耶穌基督就係神嘅羔羊，要除去世人罪孽嘅。而相對起人喺左下方嘅獻祭，我哋喺右上方就可以見到神以彩虹為證嘅應許。或者經過洪水嘅災難，人嘅內心會充滿惶恐，好擔心將來自己一旦有得罪神，神再次又會以洪水毀滅大地。但係神藉洪水同人立約，佢唔會再以洪水毀滅大地㗎喇。佢定義要讓眾生喺地上存活。神呢個應許並唔需要人達到任何條件先會成就，神就係咁如此主動咁去同人立約，佢就係咁如此主動咁向人表達佢呢份行動嘅愛。思想祈禱，請你細味彩虹所代表神呢份無條件嘅愛，佢定義洗淨人嘅罪，給予人無比嘅尊嚴，讓人有重新開始嘅機會。此刻嘅你對神嘅愛係偶有懷疑啊，定係堅信到底呢？作為蒙神所拯救嘅人，你又可以點樣喺時間、金錢上向神表達你嘅感恩同信靠呢？請將你嘅心聲向神傾訴。最後讓我哋有個結束嘅祈禱。親愛嘅天父，感謝你如此深愛着我哋，喺人類充滿惶恐嘅時候，你主動以彩虹為證，安撫人嘅心；喺我哋還作罪人嘅時候，
你主動差派主耶穌為我哋死，洗淨我哋嘅罪，願我哋唔再為己保留，敢於為你擺上，為你而活。奉主耶穌基督名求，阿門。今日嘅靈修默想就嚟到呢度，願主耶穌親自賜福俾大家。